Hello，上集就講到咧，皮膚更新咧要28日咁耐啦。最多人 DM 我就係問，如果我個濕疹咧已經有10年以上嘅時間咧，咁我要用幾耐嘅時間咧先會好翻呢？重點嚟啦！如果真係有人喺條街度同你講，喂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你濕疹3個月咧就斷尾㗎啦。麻煩你真係等一等，唔好上當住，甚至乎即刻走添。因為呢個咧唔係一個專業嘅答法嚟㗎，呢一個咧只係一個銷售嘅手法，吸引咧你去上去用佢嗰啲產品。我自己身為一個濕疹嘅過來人啦，我由9歲左右開始出現我嘅濕疹問題。老實講係冇一個實數咧可以話俾你聽幾耐好翻。最主要真係睇下你自己個飲食配合啊、壓力啊，甚至乎你嘅生活你點樣去調劑你自己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除咗頭先嘅因素之外，就係你嘅濕疹同人哋嘅濕疹呢兩個嘅原因，亦都可以完全唔同。另外一方面就係年資啦。如果你係嗰啲咧突發性濕疹，可能出咗幾個月嗰啲朋友，甚至乎有一啲咧係已經去到20-30年以上嘅朋友，喂，咁其實你爭人個錢啊，爭咗成20-30年，你冇可能係2-3個月咧就可以還得清，係咪先？仲有樣嘢就係咧，你個底子好唔好啦？你個肝排毒好唔好啦？腸道健康好唔好啦？我哋嘅壓力指數咧，Febra 呢一類型嘅問題，仲有最重要嘅就係你有冇真係跟足呢個教練話俾你聽咧點樣食啦，同埋咧個生活習慣咧要點樣做咧？因為呢一個咧先係最多人咧失敗嘅原因。喺我嘅跟進裏邊咧，我會將濕疹咧分為咗3個唔同嘅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止瀉啦。首先咧，你即係要撲熄我哋身體嗰啲大火先。你會發覺咧，咦冇咁痕喎，甚至乎咧瞓得好咗咁。通常呢個時間咧要維持1至3個月嘅。第二個階段就係修復期，大概3至6個月左右啦。你記得咧上一集講過咧，我哋身體要一啲靚材料去修復噶嘛。喺呢一段嘅時間裏邊咧，一啲新啦強硬咧嘅皮膚咧就會開始慢慢咧出翻嚟噶啦。到第3個階段啦，就真係要6個月或者更耐嘅時間啦。你呢個叫穩定期，建立到你嘅新習慣啦。就算遇到突發嘢咧，你都會識得處理，唔會再俾你嘅濕疹大爆發噶。因此咧，我成日都會同我啲客戶講，你用幾耐嘅時間搞掂好你而家嘅問題，你就用翻幾耐嘅時間做翻相同嘅嘢，令到你個身體咧嗰個穩定程度更加高，咁樣咧你先至唔會咧咁容易咧有復發嘅情況㗎。因此咧，唔好再問嗰條問題係要搞幾耐啦，係要問咧你要點樣做。濕疹咧嘅康復咧，真係唔係一個短跑，佢唔係好似減肥咁，係一個咧馬拉松式嘅賽事嚟嘅。而我嘅角色咧就係陪你喺呢個馬拉松裏邊咧，就係一齊作戰到底咯。我唔會咧淨係俾條魚咧，我要教你點樣釣魚，同埋再陪埋你一齊釣咧，先至會係最治標亦都治本嘅方法。如果你真係受夠啦，唔想再靠藥膏撳住啦，又或者咧濕疹咧經常來來回回出現嘅話咧，你可以約我1對1嘅線上諮詢，我咧就會話埋俾你聽咧點樣可以協助你個皮膚咧重新裝修好啦。如果咧你覺得我今日條短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麻煩你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記得 save 低佢之後拎翻嚟睇下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